在地新闻继续来到闸门水库，有一座山猪岛，岛上有20-30只的山猪，游客去遐坐船游水库，阁会当来饲山猪。以前这个山猪哦，只要听到游艇的喇叭声，就会冲出来迎接游客。但是即摆这招无效咯，所以改换来放送经典的歌曲。想袂到山猪真有反应哦，马上就冲落来，有够高追。 坐船伫闸门水库游览，沿途景色有够水。未到山猪岛的时阵，船顶开始放这条经典歌曲。一听到世界男高音拍花落地的歌声，几十只山猪听到，全冲出来要迎接。 爱听歌曲才愿意出来，山猪的兴趣实在真有艺术涵养，版本配色拢无共，尤其是讲真正有够高追。好多山猪真的好可爱，山猪可爱吗？可爱。那片是要来喂那个山猪。那听歌曲，那食饭，食饱阁会使跳到水底，实在是有够享受。大南高音之一的那个公主彻夜未眠，它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山猪。那搭配这个西洋的这个歌剧呢，有一个中西合并的一个效果。这么趣味的山猪食饭配歌曲，变做闸门水库内底另外一个古锥的月面。